廟街，香港的傳奇與味蕾交織之地。一、探尋廟街的傳奇脈絡。一、地理與歷史根源。香港廟街位於九龍油麻地，南北走向，南起佐敦道，北至油麻地果欄。這片土地承載着香港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脈絡，宛如一本厚重的史書，每一頁都寫滿了故事。追溯其歷史，廟街之名源於早年坐落於此的天后廟。天后作為漁民的保護神，庇佑着出海之人的平安。在香港早期，漁業是重要的經濟支柱，漁民們對天后極為尊崇。天后廟前逐漸形成集市，人們在這裏交易漁獲、生活用品等，久而久之，便有了廟街的雛形。二、江湖風雲與民間傳奇。一、江湖紛爭的背景。上世紀中葉，香港社會處於動盪與變革時期，廟街一帶成為江湖勢力角逐之地。有個叫龍哥的人物，原本是碼頭的搬運工人，憑借着過人的膽識與義氣，在廟街打出一片天地。他帶領手下兄弟多次擊退外來幫派的挑釁，捍衛廟街的秩序。龍哥雖然身處江湖，卻也有自己的原則。他不允許手下人欺壓普通百姓。廟街的攤販們在他的庇護下，能安心做生意。然而，江湖風雲變幻，一場與敵對幫派的激烈火並後，龍哥身負重傷，從此退出江湖。但他的故事卻在廟街的街頭巷尾流傳，成為老一輩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二、戲曲藝人的傳奇人生。廟街曾是民間戲曲藝人的聚集地，有一位叫阿梅的粵劇花旦，自幼痴迷粵劇。他家境貧寒，卻憑借着對戲曲的熱愛，在廟街的簡陋戲台上表演。阿梅的嗓音婉轉悠揚，扮相絕美，每次演出都吸引眾多觀眾。有一次，一位來自香港上層社會的戲曲愛好者偶然路過廟街，被阿梅的表演深深打動。在他的引薦下，阿梅有機會登上更大的舞台，成為香港粵劇界的一顆璀璨明星。他從廟街走向輝煌的經歷，激勵着無數熱愛戲曲的年輕人。三、夜市追夢人的奮鬥史。廟街夜市是無數懷揣夢想之人的起點。上世紀80年代，阿強懷揣着音樂夢想來到廟街。白天，他在工廠打工維持生計，夜晚便來到廟街，擺上簡陋的音響設備，自彈自唱。阿強的歌聲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與對未來的憧憬，漸漸吸引了不少路人駐足聆聽。有一次，一位唱片公司的星探被阿強的歌聲打動，為他提供了錄製唱片的機會。阿強從此踏上了音樂之路，發行了多張暢銷唱片，成為香港樂壇的知名歌手。他的成功讓廟街成為許多年輕人心中的追夢之地。二、廟街的美食風情畫卷。一、煲仔飯，砂鍋中的歲月沉澱。一、興記煲仔飯。招牌的魅力，興記煲仔飯在廟街久負盛名。走進興記，店內彌漫着濃郁的飯香與肉香。這裏的煲仔飯選用顆粒飽滿的絲苗米，搭配精心挑選的食材。以臘味煲仔飯為例，選用的臘味肥瘦相間，色澤誘人。製作時，先將米放入砂鍋中，用小火慢慢煲煮。待米飯半熟時，鋪上臘味、薑絲等配料，繼續燜煮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臘味的油脂慢慢滲入米飯中，鍋底逐漸形成一層金黃酥脆的鍋巴。上桌前，再淋上特製的醬汁，醬汁由生抽、老抽、蠔油、糖等調料精心調配而成，鹹甜適中，與米飯、臘味完美融合。吃的時候用腳趾輕輕攪拌，鍋巴的香脆，米飯的軟糯，臘味的醇厚在口中交織，每一口都充滿了歲月的味道。
一份臘味煲仔飯價格在40、60港幣左右。2. 煲仔飯的多樣風味。除了經典的臘味煲仔飯，廟街的煲仔飯還有多種口味。排骨煲仔飯選用鮮嫩的排骨，用生抽、料酒、澱粉等調料醃製後，鋪在米飯上燜煮。排骨吸收了米飯的香氣，肉質鮮嫩多汁，米飯也帶有淡淡的肉香。滑雞煲仔飯同樣受歡迎，雞肉切成小塊，加入香菇、紅棗等配料，燜煮後的雞肉嫩滑爽口，香菇的香氣也融入米飯中，營養豐富。這些不同口味的煲仔飯，滿足了食客們多樣化的需求。